揾老人院嘅時候，費用當然係最擔心嘅事情啦。咁費用可以從三方面去組成，第一就係院費啦，第二就係護理費啦，第三就係雜費。咁院費方面呢，咁我哋可以分為單人房啦，相對嚟講個價錢就會貴啲啦。咁雙人房同大房呢，相對嚟講個價錢呢就優惠啲啦。咁另外咧就係護理費啦，護理費個釐定咧就睇下你個照顧級別啦。例如你要餵食啦，要幫手沖涼啦，要幫手換片啦，或者特別嘅照顧啦。咁呢個護理嘅照顧嘅開支咧，相對嚟講唔同層次就唔同費用啦。咁另外仲有雜費啦，雜費就包括冷氣費啦、陪診費啦、可能驗血糖嘅價錢啦，或者係手套啊、沖涼液嘅價錢啦，等等等等啦。係咪好擔心呢？擔心唔緊要，揾我哋安老顧問啦，我哋會同你哋做一個家庭嘅財務規劃，例如總共嘅護理開支需要幾多啦，有啲乜嘢嘅相關嘅資助可以申請啊，甚至乎我可以幫你同院舍裏面爭取一啲優惠翻嚟，唔使擔心，我哋安老顧問幫手。